来台湾看世界，来看泰国，昨是国会大选，有99派票已经开出来。讲两个主要的在野党，前进党甲维泰党票数是赢执政党赢真多。讲这两党的在野党，目前有意愿来组成联合政府。也毋过泰国的参议院也是由军方来把持，在野阵营必须爱甲有军方背景的参议院来达成着协议，才有可能来执政。 在媒体甲支持者拥护下，泰国前进党的总理候选人皮坦真欢喜收下这个庆祝礼物。昨个泰国国会大选算票已经接近要完成啊，两个主要在野党遥遥领先，拍算要展开联合政府的谈判。 It will be without the military-backed parties, and it will be an MOU based like the Western democracy, where it's transparent, where it's concise, where it's expectation management of what can be done or what cannot be done. 依照路透社报道，目前已经开出来选票内底，改革派前进党伫普选中排第1名，另外一个反对党维泰党排第2名，现任总理帕纳育伊所属的团结建国党敢若排第5名。 แน่นอนค่ะ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เคยพูดเสมอไม่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เวทีไหนก็ตามเสียง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นคือสิ่ง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ว้ใจใครเป็นอันดับหนึ่งคนนั้นก็ได้เสนอชื่อนายกของพรรคนั้นแน่นอนค่ะ 虽然两大在野党有意要组成联合政府，不过泰国总理的产生方式依然对军方有利，因为总理的候选人要由众议院甲参议院共同表决。不过泰国参议院250席完全由军方委任，反对党就算胜选嘛，无一定会当顺利执政。泰国选会打算要用几个礼拜时间，才会当正式确认众议院最后的席次，就算民心思变。 要如愿恐惊嘛，无遐简单。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